大家好，这是创山会艺术教室，我是阿翔老师。这是一个伫咧线顶陪伴大家做伙画图的所在啦，所以若准讲你对画图有小可有兴趣，但是毋知要安怎开始的话，那就欢迎对着咱的节目，一步一步进入这个画图的世界，首先想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画图甲咱的年岁还是其他的关系啦。我认为无做直接的关联啦，所以上重要就是讲，你若想要开始，就是随时都会使来试看觅，就是你愿意试看觅，迄个心态是上重要的，咱做伙来加油，咱就准备进入这第一集的节目咯，Let's 行。好，来，咱头一集就是要来介绍咱画图的工具。今日要介绍的工具叫做蜡笔。大家讲有听过蜡笔，应该是有啦。蜡笔就是一般来讲，咱画图上接是足接要用的一种工具伊伫咧册叫内底都买着一般有分做12色、24色甲36色你会使照你的需求去选买或者看讲你要偌济色水的就是蜡笔是用蜡甲油，也佫有无共款的色料所组成的咱等者就先来介绍讲今日即颗12色的蜡笔内底有啥物款的色水。这是咱今日用到的蜡笔这总共有12支这12支有啥物款的色水咧？咱一支一支来做伙看头一支来，这是啥物色咧？这是红色红色过来第二支这是啥物色？这是伽马色伽马色第三支这是啥物色？这是黄色黄色第四支这是啥物色？青色草仔色嘛会使就是较浅的青色这嘛是青色嘛会使讲绿色第六支这支这啥物色？蓝色这支这支叫做空色较深的蓝色较深的过来这支这啥物色咧？皮肤色讲肉色嘛会使过来这支咖啡色咖啡色这支黑色黑色这支肤色肤色上面这支白色白色看无啥对啦这就是总共12支咱这颗蜡笔内底所有的色水好，刷落来咧，就是要来介绍咱亚笔的注释其实咱亚笔的注释，甲平常时咱写字的时阵差不多都会使然后就是用咱的大头帽、甲指仔、甲亚发案，都会使开始画亚笔的角度咧，会当摕粗差不多45度左右的，嘛会使摕平平，伊画出来效果无啥共款啦咱即摆就来示范看觅其实这个蜡笔伊要出色，袂讲介困难就是咧轻轻画落，就会看到伊的色水佫再来就是咱
画的时阵，即个力头的大甲细嘛是会有影响。譬如讲我即摆即个足轻的，伊的线条就会较幼，色水嘛会较薄，若较重一丝仔，你看即两条都有分别啦，即条就色水就较重，线条嘛较粗，这就是力头的大甲细，的差别。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咱会摕白白，白白的画，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伊甲纸、蜡笔甲纸接触的面积较细，所以有当时会画出来线条较幼，一般来讲色水嘛较薄一丝啦，就是较轻就对啊。所以你会使照你想要爱的即个效果，去选择力头的大小，甲叶笔的角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即个画方向啦，到底是要安尼画过来，也是安尼画过咧。一般来讲，就是咱若是正手的，用正手写字的，就是对倒边写到正边来。安尼若是倒拐伊就是对正边写到倒边过。安尼较顺啦。嘛毋是讲安尼袂当，安尼嘛是会使，只是有当时安尼会较客。所以就是大家会使家己去试验看卖，看安怎的方式，你家己会较顺。好，落尾咱来留一摆拄仔有讲到一寡物件，就是咱今日介绍一种画图的工具，叫做蜡笔，这蜡笔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色水，你会使照你的需求去景色来画物件。介绍了画图的工具了后，就是咱灵活要来讲，要安怎用蜡笔画一寡无共款个性，还是讲无共款表情的线条所以你若对咱的节目有兴趣，嘛欢迎帮咱起赞，订阅，抑个分享互你的亲戚好朋友。好啦，今日多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阿翔老师，咱灵活线顶再相会，再会。